今次環保時裝設計嘅 model 係由三禮班嘅何敏喬做示範。今次佢哋嘅主題係保護海洋。中間嗰三條呔係代表汽油泄漏，黑衫係代表汽油流入咗海洋，令蔚藍嘅海洋變咗黑色。當中海洋生物都被污染咗，嚴重就會導致死亡。呢個設計就係想帶出大家要保護海洋，唔好再污染佢啦。呢條裙係由唔啱着嘅小朋友提供，啲呔係由男士提供，佢哋係唔再喜歡，覺得係過期同埋款式唔啱嘅。當中仲有啲泡泡紙係由包裝紙用成嘅，原意係由紙盒剪出嚟嘅。其他嘅薄紗都係由唔要嘅衣服裁剪出嚟做嘅，拼拼貼貼之後就做成咗一件環保衣服啦。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套環保嘅衣服，同樣都深深反省到環保嘅重要性。再一次要話俾大家聽，全球汽油泄漏污染海洋嘅問題非常嚴重，令到海洋生物失去咗棲身之所，甚至有啲仲要面臨絕種。請大家要立即正視呢個問題，唔好再破壞呢個海洋生態。大家都可以擁有一個美麗嘅地方居住。海洋嘅寓意就有美麗嘅環境、美麗嘅海